星蒲坊真係要同大家講再見啦！半年嘅時間，星蒲坊由原先嘅年輕人落腳點到現在正式完成清拆，並且連同隔離嘅豐樂水質淨化廠，一共101畝，於10月份正式上架拍賣。起拍嘅樓面地價約4961方，規劃將會建成大裝修比例不低於50%嘅4.0住宅。而好多人擔心嘅塞車問題，根據地塊嘅規劃顯示，亦都會將周邊嘅道路進行升級改造。天福路、豐樂六路將會設成雙向嘅4車道，育德街同埋天福路呢個交叉路口亦都將會進行改造。升級完之後呢，育德嘅路段嘅塞車問題呢，亦都將會大大嘅改善呢。而呢一塊地塊好多人擔心嘅呢一個高壓線嘅問題呢，亦都會由政府協調供電部門將佢進行落地嘅鋪設，並於2026年嘅12月前就完工啦。呢一塊地呢，一定係開發商眼中嘅聲波波嚟嘅，因為佢係位於江門最旺最成熟嘅商圈，俾匯悅城、萬達廣場、健威廣場或者利和廣場包圍住。隔離更係江門嘅豪宅盤保利朗悅，咁大家覺得最後會係邊個開發商將呢塊地成功拍落嚟呢？大家又會唔會對育德呢一個地塊最後嘅升級改造充滿期待呢？歡迎評論區討論一下。